神龍元年正月15上元節，武則天、唐中宗下達詔書，詔書咁話：朕迎請嵩嶽惠安、玉泉神秀兩位大師到宮中供養，喺日理萬機嘅餘下，得以經常探究佛法。兩位大師都好謙讓，又話南方曹溪有位慧能大師，得到五祖弘忍大師秘傳佛法同衣缽，傳揚佛祖以心印心嘅禪法，可以向佢請教問疑。如今派遣宮廷內侍薛簡到嚟傳達詔書，迎請慧能大師進京，希望大師以慈悲為懷，盡快出發上京。慧能上表朝廷，推辭話自己有病，希望可以喺山林終老。薛簡話：京城嘅有德禪師都係咁話，要想領悟佛道，就必須要坐禪習定。如果唔係通過坐禪習定而可以得到解脫，咁嘅事係從未有過。唔知大師對呢個講法有乜嘢見解呢？慧能大師答話：佛道係靠內心嘅覺悟，又點會靠坐嚟得到呢？金剛經上面話，如果有人話如來佛有坐相或者臥相，呢個就係邪道，係妄見。點解咁講？如來根本就係冇喺邊度嚟，亦都冇去邊度，既冇生，亦都冇滅。呢個就係如來嘅清淨禪法。一切景物相狀都虛幻空寂，呢個就係如來嘅清淨坐法。如來嘅法身尚且唔能夠證驗，仲點講得到如來打坐嘅形象呢？薛簡話：弟子我返到京城，聖上一定會問及大師嘅睇法，希望大師慈悲為懷，指示禪宗要旨。學生我一定會稟奏太后同皇上，並且轉述俾京城修持佛道嘅人聽，就好似一盞燈點燃千百盞燈，令到黑暗變成光明，令光明一直傳落去，永遠唔會有盡頭。慧能大師答話：佛性並冇明暗之分，光明同黑暗係兩個對立而互相替代嘅概念。話光明相傳，永無止盡，但終歸要靠燈火點燃，否則光明亦會有盡頭。由此可見，光明同黑暗兩者靠對方嘅存在先至得以成立。所以淨明經話，佛法冇任何嘢可以比擬，
因為佢係唯一嘅實相，係唔依賴其他條件而存在，係絕對嘅無代。節儉話：光明比喻智慧，黑暗比喻煩惱。修道嘅人如果唔用智慧照破煩惱，而墮落喺無始無終嘅生死輪迴之中，又點能夠脫離苦海呢？慧能大師答話：煩惱同覺悟本為一體，兩者既分唔開，亦冇分別。若果話刻意要以智慧照破煩惱嘅話，呢個係小聖人嘅見解，係修行聲聞性同緣覺性嘅修道者所用嘅方法。具有上等智慧嘅大根人係唔會咁做嘅。薛簡話：咁乜嘢係大乘佛法嘅見解呢？慧能大師答話：明同無明，平凡之輩睇到嘅係兩個極端，但係智者就透徹理解佛法不二嘅道理，知道兩者嘅本質冇唔同。呢種無異嘅本質就係真實嘅佛性。真實嘅佛性喺平凡愚昧之輩嘅身上都唔會減少，喺聖賢身上亦唔會增加。身處煩惱之中都唔會混亂，居於禪定境界亦唔會寂滅。實性嘅存在既唔斷滅，亦唔係常存，冇所謂嘅來，亦冇所謂嘅去，冇中間，亦冇內外可言，不生不滅，真如常存，唔動搖，亦唔會改變。我哋叫佢做道。薛簡話：大師講話佛性不生不滅，咁同嗰啲外道嘅主張有乜嘢分別呢？慧能大師答話：各種外道所講嘅不生不滅，係用死亡嚟斷滅生命，又用生命嘅存在嚟顯示滅亡。佢哋所講嘅滅，仍然離唔開世間嘅因緣，所以其實就係不滅。而佢哋口裏面講不生，實際就係追求世俗嘅生。我講嘅不生不滅呢，就係講佛性嘅不生不滅，因為本來就冇生成，自不然就冇滅絕，所以係唔同外道嘅講法。你若果想知道禪宗要旨，只要唔去思考計較世俗嘅一切善惡，自然就能夠進入清淨無染嘅內心真如本體。佛性恆常清澈寂靜，佢嘅妙用就好似恆河沙數，無窮無盡。薛簡聽咗慧能嘅一番指導教誨，
頓時豁然大悟。佢向大師敬禮告辭之後，就返去京城，將大師嘅說話上奏朝廷。呢一年嘅9月3日，朝廷降下詔書，褒獎慧能大師，話大師因為年老有病，辭謝進京，你為朕修行佛道，係國家嘅福田，為國家種得福德果報。大師就好似維摩詰居士一樣，假託有病，居住喺毗耶城，解說同弘揚大乘佛法，傳授諸佛心法，宣講終極嘅不二法門，拙簡傳達咗大師嘅指示，並且講授嘅如來智慧。朕因為得到祖宗行善所積落嚟嘅恩澤，前世種下嘅善根，得以遇上大師出世，令我頓悟上乘佛法。對大師嘅恩德，我深深感激，頂禮致敬，但係都不足以表達我對你嘅崇敬之情，特此向大師獻上磨納袈裟以及水晶缽，又命韶州刺史修飾大師所在嘅寺廟，將大師嘅舊居賜名為國恩寺。